今天民进党能够在台南拿下全国最高得票率，而且也创民进党过去在台南所得的票数达到78万6，这个双重的这个胜利，我们觉得是第一个，当然归功我们的候选人，不管是总统或立委，都是一时之选，是最好的，跟对手比起来，是真的是马上优胜立判。那第二个优劣立判，第二个呢，当然是大家将士用命，尤其这个不管是竞选总部或者是后援总会，大家都分进合击，所以每个人都做好自己，扮演好自己的角色，来造就彼此的这个共同的胜利。这点我们是很感谢后援总会总会长郭议长，能够带领他的系统，能够一起打赢这场胜仗。